大家好，歡迎收睇《懸案錄》。如果你發現自己嘅合法妻子每晚喺睡房入面同另一個男人同床共枕，而你作為丈夫唔單止唔敢反抗，仲要默默行去客廳瞓，甚至要喺房門外聽住佢哋親熱嘅聲音，咁樣嘅日子，你覺得自己可以忍受到幾耐？喺內蒙古包頭市嘅一個小村落，有一個男人就係咁樣生活咗整整2500幾日。佢被村民稱為現代武大郎。佢選擇咗忍耐，直到有一晚，嗰個霸佔佢妻子嘅男人講咗一句觸碰底線嘅話，積壓咗7年嘅火山，終於喺瞬間爆發，化作一場深夜嘅熊熊大火。今日我哋就嚟深度講解呢宗充滿血腥與悲劇色彩嘅內蒙古1123殺人焚屍案。2009年11月23日，內蒙古包頭市土默特右旗嘅東魯莊營村，呢度嘅冬天嚟得特別早，11月嘅氣溫已經降至0度以下。當時正值秋收之後，農田入面堆滿咗粟米禾稈。朝早11點左右，村民高某如常去自家嘅田入面巡視。當佢行到村東南面一處乾涸嘅渠道邊嗰陣，一股濃烈嘅燒焦味撲鼻而來。高某起初以為係村裏面嘅細路玩火燒着咗禾稈堆，但當佢撥開仲冒住煙嘅灰燼時，眼前嘅景象令佢終生難忘。喺焦黑嘅禾稈下面，蜷縮住一具已經完全碳化、縮小到好似細路咁大嘅焦屍，屍體四肢全曲，面目全非。警方接報後，土默特右旗公安局立即成立專案組趕赴現場。偵查員賈海峰事後回憶，現場嘅情況非常惡劣。焚屍地點位於偏僻嘅農田，加上當晚有風，火勢雖然被控制喺禾稈堆內，但屍體損毀程度極高。法醫進行初步勘驗，發現死者係一名成年男性。雖然體表燒焦，但法醫喺死者後腦位置發現咗明顯嘅鈍器重擊傷，顱骨呈粉碎性骨折。呢一點非常關鍵，死者係先被殺害，再被搬運到呢度焚屍滅跡。呢度唔係第一案發現場，要破案首先要確定死者身份。警方隨即對周邊村落進行失蹤人口排查，好快一條線索浮出水面。東魯壯營村嘅村民高某反映，佢細佬高官人自11月22號下晝出門後就失去聯絡，電話一直關機。經過 DNA 比對同埋現場殘留嘅衣物碎片辨認，確認死者正係50歲嘅高官人。正當調查陷入僵局之際，偵查員賈海峰喺焚屍現場周邊進行細緻搜索。佢發現喺距離渠道約500米嘅一條泥路上面有點滴狀嘅暗紅色痕跡。由於天氣寒冷，血跡已經凝固，但因為分佈非常有規律，一滴一滴咁指向村口。警方順住血跡行，最後停喺咗村民田勝利嘅新屋門前。田勝利45歲，係村入面著名嘅老實人，性格內向，甚至可以話係卑微。當警方推開佢屋企大門嗰陣，見到田勝利同佢老婆孫侯蘭正喺度清理地面。屋入面嘅情況令警方起疑，地面、牆角甚至門框上面都有噴濺狀嘅血跡。面對詢問，田勝利顯得異常冷靜。佢話：警察同志，我屋企起新屋，過2日個仔就要喺呢度搞婚禮。我尋晚喺屋入面殺咗3隻雞慶祝，呢啲全部都係雞血。佢仲指住廚房入面3隻已經處理好嘅雞俾警察睇。表面上呢個解釋合情合理，但係經驗豐富嘅法醫留意到牆上嘅噴濺血跡高度完全唔似係殺雞可以造成嘅。殺雞嘅血係流動性嘅，而牆上嘅血跡明顯係受害者受重擊時飛濺出嚟嘅。警方隨即採集咗血樣送往實驗室。喺2009年，雖然技術未如今日先進，但區分禽類同人類血已經有非常成熟嘅技術。
同時，警方喺田勝利家嘅3輪車車斗入面，亦發現咗微量嘅人血反應。當化驗結果顯示屋內血跡與死者高官人嘅 DNA 完全吻合時，田勝利嘅殺雞論徹底瓦解。警方將田勝利帶回派出所，對佢進行審訊。喺鐵證如山面前，田勝利根本無法抵賴。最終佢承認高官人係我殺嘅，但我一啲都唔後悔。佢根本係死有餘辜，係佢親手毀咗我頭家。到底田勝利同高官人之間有咩深仇大恨，令佢要痛下殺手？呢一切要由7年前開始講起。有一晚，田勝利因為失眠瞓唔着，聽到外面突然有一聲響，佢坐起身一睇，發現老婆並唔喺床上。田勝利起初以為老婆係去廁所，冇在意。當時佢覺得口渴，就起身行去廚房。當佢行過屋入面個地窖嗰陣，竟然聽到入面傳出女人嘅笑聲。田勝利越聽越覺得耳熟，喺好奇心驅使之下，佢偷偷行到地窖邊，眼前嘅景象令佢當場呆立。原來地窖入面有2個人正赤身露體咁糾纏喺一齊，其中一個正係田勝利嘅老婆。佢當時好憤怒，恨不得衝入去殺死呢對奸夫淫婦，但最後理智制止咗佢。嗰一刻，田勝利腦海閃過無數個念頭：如果我而家衝出去，就一定要離婚，咁仔女將來點算？我個仔就嚟要結婚，佢又會受到咩影響？或者好多人會奇怪，田勝利離婚同佢仔女有咩關係？因為喺佢哋村，好多人結婚都非常睇重對方嘅家庭背景。如果對方父母離異，好大機會揾唔到合適嘅對象。正係抱住一切以仔女婚事為先嘅念頭，田勝利吞聲忍氣，甚至喺佢被捕後，佢依然擔心自己變咗殺人犯，會唔會影響仔女嘅婚事或者前途？然而偷情呢種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之後田勝利又偷偷跟蹤個老婆幾次，發現佢幾乎每晚都會出去同高官人幽會。有一次，高官人發現咗田勝利，當時田勝利仲未上前質問，反而俾呢對奸夫淫婦痛罵咗一餐。既然事情已經曝光，田勝利嘅老婆亦都冇再隱瞞，明目張膽咁同高官人往來。有時高官人甚至會去田勝利屋企作客，每當呢個時候，老婆就會叫田勝利去客廳瞓。田勝利事後意識到，其實喺佢發現地窖幽會之前，2人一早已經勾搭上。幾年前開始，老婆突然迷上打麻雀，而原本唔常嚟串門嘅高官人就藉口話一個人生活悶，每晚食完飯都嚟田家一齊睇電視。但每次入屋冇耐，老婆就會每藉口出去打麻雀，而高官人亦喺唔夠10分鐘後就會扮攰，話要翻去瞓覺。直到後來田勝利先知道，老婆根本唔係去打麻將，而係同高官人去約會。得知真相之後，2個人更加肆無忌憚。田勝利幾乎每晚都要喺客廳瞓，佢忍耐力好強。為咗仔女嘅未來，佢選擇咗忍辱負重。雖然佢啲仔女喺外地讀書工作，唔常翻屋企，但偶爾翻嚟都會發現唔對勁。尤其係佢個女，曾經發現母親同鄰居高官人有不正當關係，仲勸爸爸早啲離婚或者搬去城市同佢一齊住，但田勝利拒絕咗，最後釀成大禍。呢頂綠帽一戴就係7年，直到2009年，田勝利個仔終於要結婚。雖然婚後唔喺村住，但婚禮仲要喺村入面辦。田勝利打算起一棟新房，等仔女返村嗰陣住得舒服啲。由於工期好趕，老婆提議喺高官人幫手，話佢嘅瓦匠功夫全村出名。田勝利雖然心入面抗拒，但老婆自作主張，將人叫咗過嚟。就咁樣，高官人白天幫手起屋，夜晚就同佢老婆幽會。案發當晚，高官人做完嘢之後，酒癮發作，
叫田勝利去買酒菜返嚟。田勝利表面上仲要陪笑，買完返嚟見到兩個人喺度打情罵俏。佢雖然心如刀割，但仲係去廚房煮咗餐飯。食飯嗰陣，高官人耀武揚威咁坐喺炕頭，要求田勝利陪佢飲幾杯。田勝利原本拒絕，但高官人隨即變面，兇惡咁話：叫你飲就飲。老婆亦喺旁邊幫口，被逼無奈之下，田勝利只好陪佢飲。一樽白酒落肚之後，大家都開始分醉。呢個時候，高官人開始放肆，佢先係當面錫咗田勝利老婆一啖，然後對田勝利話：你個女都生得唔錯，等佢下次返嚟，你叫佢都過嚟侍候下我。田勝利一聽，即時火冒三丈，佢估唔到高官人呢個老淫蟲霸佔咗佢老婆都唔夠，仲打佢個女嘅主意。田勝利強壓怒火，叫佢唔好開玩笑。點知高官人將酒杯打碎，話自己係講真嘅。田勝利嚴肅話唔得，高官人竟然衝上去打咗佢一巴，仲話等佢返嚟就唔到你話唔得。田勝利一世人就係為咗仔女先至一忍再忍。而家高官人如此囂張，佢終於忍無可忍。田勝利將高官人推倒喺床，順手執起旁邊嘅酒樽，瘋狂咁向高官人個頭打落去，將多年積壓嘅屈辱喺呢一刻徹底釋放。田勝利瘋狂嘅舉動嚇怕咗老婆，佢本來想勸交，但見到老公兇神惡煞，就嚇到走咗出去。殺完人之後，田勝利冷靜落嚟，先發現高官人已經一動不動。田勝利嚇到跌咗喺地下，因為高官人已經斷咗氣。雖然想自首，但佢仲係掛住個仔嘅婚禮，決定等婚禮辦完先投案。於是佢將屍體裝入麻包袋，將屍體搬上自家嘅三輪車，蓋上草垛，趁住深夜無人，將屍體運到村東南面嘅渠道，堆起咗大量嘅粟米禾稈，點燃咗一場大火，燒毀一切證據。返到屋企後，孫后蘭提出一個諗法：咁多血跡抹唔乾淨，不如殺幾隻雞，用雞血遮蓋人血。於是兩夫妻喺屋入面連殺3隻雞，將雞血故意潑喺原本有血跡嘅地方，營造出殺雞嘅假象。佢哋以為自己做得到天衣無縫，但佢哋忽略咗現代法醫技術。喺審訊室入面，田勝利最初仲想抵抗，但當警方將血跡檢驗報告放喺佢面前時，佢嘅心理防線瞬間瓦解。佢詳細交代咗殺害高官人嘅過程，講到呢7年嘅生活時，一個40幾歲嘅男子漢喺審訊椅上面泣不成聲。佢話：我唔係想殺人，我係想救我頭家。我忍咗7年，我以為我可以忍到死，但佢竟然想打我個女主意，我真係冇辦法再忍。呢宗案件喺當地引起咗極大嘅輿論反彈，好多村民竟然聯名上書，請求對田勝利從寬處理。喺法律界，呢宗案件亦成為咗研究極端壓抑下反抗行為嘅典型案例。高官人作為受害者，喺法律層面上，佢嘅生命權受到保護，但喺事實層面上，佢嘅行為係導致呢宗悲劇嘅直接導火線。2010年，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作出判決，法院認為田勝利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構成故意殺人罪。田勝利如實供述罪行，因為案件帶有防衛性質嘅報復成分，最終田勝利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孫侯蘭因犯包庇罪、毀滅證據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呢宗案件留俾我哋一個好沉重嘅思考：當正義遲遲未到，當邪惡喺你屋檐下扎根，你應該點樣做？田勝利嘅悲劇在於，佢喺第一次受到侵害嗰陣選擇咗沉默。呢種沉默冇換嚟和平，反而滋養咗高官人嘅魔性。7年嘅忍讓，最終變成咗一場毀滅2個家庭嘅大火。
法律係保護公民權利嘅最後一道防線，但係呢道防線需要我哋主動去叩響。如果2002年嘅嗰一晚，田勝利選擇嘅係報警而唔係瞓客廳，或許今日嘅東魯壯營村會係另一個故事。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拜拜。